好，来瑞平牧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现在在礼拜天的早晨，我们再一次来到上帝的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感谢神，让我们有一个这么美好的天气，也盼望我们今天是带着一个美好的心情，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来敬拜赞美他。也希望我们是带着一个热切渴慕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想我们就再一次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从神爱的平安以及喜乐。愿上帝祝福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的敬拜，我们所唱的，我们所祷告的，我们所看的，我们所听的，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更新的力量。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的诗歌，这首诗歌叫做《赐我自由》，也在这首诗歌当中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敬拜，预备我们的心，邀请这位上帝，邀请这位圣灵进到我们的内心当中，动工对我们说话，鼓励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赐我自由》。赐我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赐我自由。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感动我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赐我自由。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赐我自由。这要求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先为了你自己的心的预备来祷告，求神再一次的让你的心、你的眼睛也转向在他的身上。让我们在今天早晨的敬拜，我们可以与他有一个真实相遇的机会，让我们的心再一次的敞开，让我们的心再一次的领受他从天而来的恩典。我们邀请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为自己早上你预备的心，有一颗渴慕热切的心来祷告。我们一起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主，感谢你，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预备在你面前。主啊，请你差派你今天的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主，我们大大的感谢你，使我们敬拜都能归向你，都能够使我们都看自己都能够与你相通，与你联系。主，我们真的大大的感谢你。主，你的大能降行在我们每个人的手中。我们为了我们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每位弟兄姐妹来祷告，或许他现在正在路上，或许他还没有出门，让我们一起为他祷告，求神祝福他来到教会当中来敬拜神的这段路，一切是平安的，有主的平安喜乐与他同在，也断开他来到教会当中一切拦阻，让他可以来到教会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赞美的神。我们为了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主，是的，谢谢高显那些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主，请差派天使严群保护着他们，主，使
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到这里，来到圣殿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我们真的很感谢你，邀请每个弟兄姐妹，无论是开车来或走路来，种种的都能够保护他们安全来到这里敬拜你。感谢你。所有的服侍同工来祷告，不论是诗会了，不论是讲道了，不论是我们的敬拜团，或者是我们的诗班，为了招待的同工、音控的同工，为了在对面的主日学的每一位师生来祷告，我们也向线上祷告，求神加足够的力量在每位同工当中，让今早的敬拜真的是归荣耀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开口为早上的服侍同工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差派很多同工在我们当中，主，使敬拜的能够敬拜到你面前，使会众能够一起来敬拜你，跪下你。主，也保守，无论是配唱、音控同工都，或者是今天真牧师讲到的一切顺利，主也保守主日学的同工们、师生们都能够一切顺利，也能够学习到今天所学习到的东西。主，大大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姐妹，为了你所知道，需要的你的家人也好，你的朋友也好，或是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来祷告。他或许现在正遇到一个困难，遇到一个挑战，或许是他的身心，你现在正处于软弱的时刻。这时候更是我们应该举起我们祷告的手，为他祝福，为他祷告的时刻。这时候邀请每位弟兄姐妹，为每一个你所知道那个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求神祝福他。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好，主啊，在你面前，谢谢你，每个人的双手在面前。我们一起为了最近发生在土耳其、叙利亚的地震来祷告。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事情，内心真的是非常的伤痛。但求神的怜悯，求神的医治，就再次临到那个国家、那个每一个百姓的身上。求神的恩典祝福在那个国家当中，让那个国家虽然现在好像陷在绝望里面，但让他们知道有一位神是他们可以依靠的。我们一起开口，为了在土耳其、在叙利亚所发生的地震，为了当地的国家，为每一个百姓，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是请医治土耳其跟叙利亚的人民们。主虽然现在死亡人数攀升，甚至伤亡。受伤的还是真多，但主，请你医治那些受伤的人民都能得医治。然后主，请你保守那些虽然家属都已经离开的，主你都能安慰他们的心灵，他们心里都同在。主是的，这场地震，希望能够慢慢的平躺。主盼望所有的，无论是叙利亚跟。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从我们的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从头再次唱这首诗歌，邀请圣灵再次进到我们的里面。
由的那求你，求上帝与我们同在，求那个自由的灵与我们同在。里面来到我的生活，我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灵来使我自由。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灵来使我自由。是的，父神，我们在此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那个赐自由的圣灵再次也进到我们的里面。主啊，因为我们知道，当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教会当中，再次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灵里再次得着自由，在的里面寻找重新得力的力量。主啊，帮助我们，或许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看到有很多劳苦愁烦的事情，但主，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再一次从你支取那属天的力量，而且是属天的智慧，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紧紧的跟随你，也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敬拜当中，在早上我们所献上的一切，真的都是归荣耀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Amen。是的，主，你是赐我们自由的神，你是信实的神。我们在你的手里，我们有信心，而且你必要为我们再一次来动工。我们要给大家用这首诗歌来向神宣告，我们对神有信心。到了这些高墙，绕着这些高墙，虽然尚未到达，但你不曾让我失望。主，我们等候改变来临，等候改变来临，征战将会胜利，因你不曾让我失望。坚定应许，你坚定应许，你心是多伟大，多伟大。我在你手里，这是我的信心，不曾让我失望。夜晚不会太久，你话语将要成就。夜晚不会太久，你话语将成就。我的心再次赞美你，耶稣你就足够，藏我在你爱中，我的心再次赞美你。我们宣告你坚定应许。坚定应许，你心是多伟大。
动工的时候，大山被挪开。我相信要开始看你的作为。当你动工，大山被挪开，而我相信再次看见你作为，无路之处你要开道路，而我相信再次看见你作为，无路动工，大山被挪开，而我相信再次看见你作为，无路之处你要开道路，而我相信再次看见你作为。当你动工，大山被挪开，而我相信再次看见你作为，无路之处你要开道路，而我相信再次看见你作为。你坚定应许，你坚定应许，你心是多伟大，多伟大。我在你手里，这是我的信心，不曾让我失望。你坚定应许，你心是多伟大，多伟大。我在你手里，这是我的信心，不曾让我失望。哈利路亚！是的，我们要宣告你是有信心的神，我们都有信心，在你的面前，巨人都要来倒下，大山都要被挪移。一路上虽有荆棘，却看见你是真理。我们呼喊你的爱，迎接最终的胜利。当惧怕包围我心，像严厉的城墙。我要呼喊你的爱，就看见恐惧倒塌，用我一生来歌唱。巨人都要倒下，巨人就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作孽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着你，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有时爱比草，在路后走你荣华，征战中仍有盼望，全都因为你的爱，是我一生的诗歌。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作孽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着你，在你没有不可能的。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作孽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着你，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有更高更强的你，更伟大过
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足，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神坐在宝座上，圣洁荣耀，万民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说话，命令就立，你吹息，就得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你说话，你说话。神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他，啦啦啦啦啦。神，你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君王，配得一切的尊贵，配得一切荣耀，配得一切的赞美。主啊，我们将最大的荣耀献给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主啊，我们再次带着一颗渴慕敬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到我们的神面前。求主你再一次也将你的荣光照亮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再一次透过今天早上的礼拜，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得到更新，再一次得到改变，而且是真的与你有真实相遇的时刻。主啊，帮助我们这样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将今天早上真的是成为一个荣耀的敬拜。将以下时间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时候我们也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继续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来恭受上帝的话。本周的经节总共有2处。第一段经节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章第40到42节，我们一起来念。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他们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第二段经节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12到15节。献诗，这礼拜是由果子小组来献诗，他们的曲目是献上祝福。献诗完毕后，由瑞平牧师来讲道。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如果你愿意。蓝天就有了变幻的容颜。
平安。很开心我们再次来到上帝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特别感谢神让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天气，也希望我们今天真的也是带着一个好的心情，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愿神祝福每一个愿意花时间分别为圣来到他面前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的恩典，愿上帝的平安临到于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再次召聚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带着渴慕、热切而且是敬虔的心来敬拜你。主要帮助我们在此时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从你那领受到的一切的话语，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亮光，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将今天礼拜的时间从头到尾也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将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如果你愿意”。通常这个“你愿意”，你只会在多数某一个场合，你在一个场合听到，是什么场合？就是在求婚的时候，你会听到“你愿意吗？”通常结婚的时候才会听到这个。但是今天的这个题目跟求婚没有关系，跟结婚也没有关系，而是要发出一个邀请。当你听完今天的分享，听完今天的讲道，同样我要再次问大家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愿不愿意一起这么做？其实我们看到，在最近的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动。就拿过去这几年的疫情来讲，我们经历了很长，终于好像可以脱口罩了。但是脱口罩不代表病毒就消失了，疫情仍然在，病毒仍然在，但是我们生活还是得继续下去。除了疫情，我们看到世界有许多的战争。我们也看到这个礼拜在土耳其、在叙利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地震。当然，对于身处在台湾的我们，地震我们好像也习以为常，甚至在当中有些人可能有经历过921大地震，那是对台湾造成非常大损害的地震。所以或许看到土耳其、叙利亚地震，我们除了觉得在台湾我们也很常遇见之外，我们也可以感同身受，因为我们也曾经遭受过地震或者是许许多多灾难的一些侵袭。但是当我们每次在看这些新闻，每次看到这些不论是世界的或者是社会的新闻，大家都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在看？大家不知道，在几年前网络上很流行一个挑战，叫做冰桶的挑战。那这个挑战是为了要帮助渐冻人的基金会，所以有许多人在网络上开始争相的模仿，拿了一个非常大的水桶，里面装了冰水、装了冰块，开始往身上自己倒，然后再传给下一个人 ，take 下一个人，请下一个人继续这么做，于是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风潮。但是时至今日，还有人在做这件事情吗？没有了。还有人记得这件事情吗？可能也没有什么人记得了。我们再来往前一点讲，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在整个东南亚甚至在台湾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去柬埔寨打工的事件。当时也是闹得非常的大，很多人关切。但是我问大家，到现在你在新闻还可以看到有关柬埔寨的消息吗？好像不见了。其实我们发现世界上很多的新闻也好，我们所关心的事情也好，某一阵子我们可能很关注，我们会发现我们会花时间在看，但是久而久之，我们会不会觉得就麻痹了？世界就是这么糟糕，社会就是这么糟糕，需要被关心的人、困难的人就是这么多，我关心不完啊，我看不完，那就继续让它发生吧，反正不关我的事，反正不是我。特别，大家每天如果你有一些时间你在滑手机，不管你看的脸书、看 LINE 也好，看任何的搜寻网页，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的搜寻网页，或者是你所看的东西，它所推荐给你的，会越来越像。比如说，你最近可能都在看有关于宠物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你的手机一打开，你的网络一打开，它全部推荐给你的东西都是什么？宠物，都是狗，都是猫。而我们当在这样的时代活久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看的东西眼界越来越狭窄，我们所看的都只看到我们想要关心的东西，我们想要注意的东西。于是旁边的东西我们都觉得麻痹了，不关我的事情，那个是别人的国家、别人的社会、别人的将来发生的，不关我的事。所以今天我们要再一次透过耶稣所
遇到这个麻风病人，以及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跟门徒一起聚集的这个时刻，我们再一次思考一件事情：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不断的变动的时候，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当然，你可能会跟我说：“对啊，土耳其跟叙利亚发生的没错，但那么远，我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绝对超出我们所想象的。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1章40到42节。有一个大麻风的病人，他来找耶稣，请求耶稣可以医治他，可以来洁净他。而当耶稣看到这个麻风病人，耶稣的第一个反应是医治了他，伸出他的手触摸他，然后让这个病人得着康复。其实对于耶稣时代的人来讲，麻风病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而且他们觉得是不治之症。更严重的是在于，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人犯的罪，一个人得罪上帝，所以你才会生麻风病，你才得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那当时也普遍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这么严重的病，你要得到好，你要康复，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上帝怜悯你，上帝医治你，然后你的身体才会完全的康复。所以对于当时得到麻风病的人，他们有非常大的煎熬。他们除了肉体上的痛苦，他们得麻风病，身体不舒服，他们也有精神上的痛苦，因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朋友不能跟他在一起，他必须在他们的规定里面，他必须住到城的外面。而且当有人靠近的时候，他要大声喊说：“我不洁净，我不洁净！”警告来靠近的人说：“不可以靠近我。”而且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他生命当中他灵性的痛苦，因为他生病了，他没有办法接触人，所以他没有办法到圣殿去，没有办法去寻求医治。他就只能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城外，没有人可以看，没有人照顾他，也没有人关心他。但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经文，这个麻风病人，他来找耶稣，主动来找耶稣。我们看到这个麻风病人的信心，我们看到这个麻风病人的勇气，他不顾旁人的眼光，他就马上跑到耶稣的面前。当然，我们今天不从这个麻风病人他的信心，从他的勇气讲，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我们要从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学习几件事情。我想，耶稣愿意为麻风病人这么做。刚刚说，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是绝对不碰麻风病人的，连靠近都不要。但耶稣伸手摸他，耶稣愿意为那个麻风病人这么做。那我们相同也可以回应像耶稣一样所做的事情吗？当然，你说我们这个时代可能看不太到麻风病了。但是你身旁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人，被冷落在旁边，需要被关心的？不仅他的身体的需要，他心灵的需要，可能都没有被看见的人。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麻风病人？谁是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可以去为他付出的那群人？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3件事情。第一个，耶稣所做的这个怜悯，耶稣所做的这个动作，它不是一个感觉而已，不是一个感觉而已，而是要有实际的行动。刚刚经文我们再来看一次，他说有一个长大麻风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一个主动的病人来找耶稣，耶稣动了他的慈爱，他的怜悯，就帮助了他，医治了他，让他恢复健康。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耶稣看到这个人，不是只有感觉说：“哦，我感觉到你生病了，我感觉到你有需要了。”好，我感觉到了。我看到社会一个新闻，我看到了。我听到一个消息，我听到了。而耶稣是看到之后，马上去行动。在耶稣的时代，人们担心自己会不洁，因为怕被传染。他可能会遭受这些疾病，但是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担心被传染。什么意思？当然，传染这个词对2、3年我们活在疫情的时代来讲，这个传染这个词我们很熟悉了，我们都在预防被别人传染。但在耶稣的时代，他们担心自己会不洁，因为我可能碰触了那个人，接触了那个需要被帮助的人，以致我被贴标签说啊，你也是那个不干净的人。但是在现在时代，我们可能也是如此，我们可能也是我们去帮助了一个需要的人，我们看到了一个某件事情，我们去付出，但是会不会有人就说，你怎么都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为什么要帮助他？
你看这个，有时候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当人开始讲话，当人开始有一些不对、正确的心态，就好像病毒在传染一样，以至于到时候真的需要被关心的、需要被看见的，没有被看见，他于是就一个人还是孤零零在那里。刚刚我们所看的经文，耶稣说他动了慈心，和合本说慈心，但如果你看新译本，或者你看台语的版本，他会说耶稣就是有一个怜悯的心，就伸手摸他。事实上，如果你看圣经，看动了慈心，或者是说怜悯，实际上这两个是同样的词。在当时犹太人他们的文化，他们觉得怜悯或是动了慈心，代表一个意思，就好像你的内心当中有一个感动，就好像你的肠胃、你的肚子在蠕动一样。如同我们现在已经快要接近中午，你可能觉得肚子饿了，所以你可能感觉到肚子开始在咕噜咕噜叫了一样。当时人他们觉得怜悯就是这样，你感觉到你的肠胃在动，你感觉到你的内心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动在。所以当犹太人在形容说：“我非常的怜悯他，我动了慈心”，代表他的内心不是只有感觉，而是他有感觉之后，他会开始有另外一个行动。所以当我们发现怜悯的时候，你看见的时候，不是只有一种感觉而已，而是一定会带出某一种行动，绝对不会只停留在感觉，而是一定会带出某一种的行动，一定会带出某一种的行为。所以我想，当我们每一个人要开始，你发现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去做，你必须要去尝试，你一定会先从感觉开始。比如说你很有兴趣做一件事情，你一定会先有感觉嘛？我感觉做这件事情我很开心，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棒。于是你感觉之后，你就开始感动，我要怎样去更努力的去做，感动你继续的去做，之后你就会产生行动，真的去实践了。而最后真的实践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些结果。我想不仅是我们有兴趣，我们的信仰其实好像也是这样啊。一开始你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你可能对这个信仰，你可能只有一点感觉，有耶稣在，有这个信仰在，有教会在。但是有一天你可能听到某一首诗歌、某一个见证，或你生命当中真的被触动，就被感动了。于是你行动，你到教会去，你去受洗，于是你行出结果，你加入教会、加入小组，生命慢慢被改变。怜悯的心也是一样。你看到有一个需要的东西，需要的人在那里的时候，你有感觉到，但是感觉到有没有触动到你的心？触动到你的心之后，你有没有愿意去付出一些行动？你有没有愿意付出行动之后，带下一些不一样的结果？如果我们永远只停留在感觉的阶段，那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那些美丽的结果了，不是吗？所以当我们每次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跟怜悯这两个字一起出现在新约圣经的经文的时候，耶稣一定做一件事情，就是他立刻的行动。你看新约圣经，只要出现有耶稣跟怜悯这两个词一起出现的时候，耶稣的下一个动作一定是马上去做，因为他很在乎看到的一切，他很在乎他所看到这些颠沛流离或者是需要帮助的人。耶稣出来见到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马上就治好了他们的病。耶稣看见瞎眼的人，马上动了慈心，怜悯他们，就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的眼睛就再次得着看见。耶稣看到一个失去孩子的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我们看到耶稣在怜悯人的时候，看见人的需要，他不是看到，然后比如说看到寡妇跟寡妇，寡妇你先哭完，我等下再来安慰你。而是耶稣在他哭的时候，就直接跟他说：“不要哭。”付出了行动，很实际的给予他最需要、当下最需要的。我想耶稣所做的，他不是谴责说这些人、这些受苦的人，他也没有定罪人，反而是他接纳每一个人回到生命的次序当中。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带来给人生命的解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所做的一切，对于别人，我们带来是生命的什么呢？是生命的解放呢，还是更多生命的束缚？我想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他不是只有感觉而已，他不是只有看见而已，而是他付出行动，
帮助人在他的生命当中再一次找到一个新的力量、新的方向。再来，怜悯也不是只有付上行动，而更要付上代价。怜悯不是只有单纯的行动而已，而怜悯你必须要付上某些的代价。41节的经文，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就洁净了吧。”我们前面一开始说到，当时的人认为摸到这些大麻风的病人，原本是一个洁净的人，就会变成不洁净，就会变成也一样是被看为是病人一样。所以耶稣当要去摸那个病人的时候，耶稣应该也要承担非常大的代价。什么样的代价？旁边那么多人围着他，不仅有他的学生，还有那些群众，甚至还有一些旁边的这些法利赛人也好，或者是其他看热闹的人，他们一定在看耶稣。你是个犹太人，耶稣你怎么可以去摸病人？耶稣你怎么可以让你的学生看到这件事情？那你的学生有样学样怎么办？所以耶稣也要承担某一些的代价，当他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但是对这一个人来讲，这个长久被社会遗弃的人，他一个人都孤零零在城外，没有人关心他。这可能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被一个洁净的人愿意伸手摸他。对这个人来说，可能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大的一个恩典。但是相对的，刚刚说耶稣也要付上一些代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当我们如果愿意要为别人付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付上某些的代价。其实，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当时的拉比就是当时的老师，他们如果要避免这些疾病，他们如果看到有麻风病人，他们会做一件事情，捡地上的石头，然后丢那个麻风病人，为了把麻风病人赶走，把麻风病人赶得越远越好。甚至他们这些老师们，他们觉得只要有麻风病人曾经走过的街道，他们就不吃那条街道的东西，他们也不走那条路，因为他们觉得走了他们就不干净。所以，包括说接触到也不行，他们就觉得不洁净了。所以耶稣付上了什么代价？可能被那些旁边人指指点点说：“啊，你怎么做这些事情？你的学生可能有样学样，你是一个老师哎，老师没有守规定。你这样真的有做一个老师的样子吗？你真的有付出对地方了吗？你真的有怜悯对地方了吗？”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也是啊。当我们要关心一个人，我们要付出我们的怜悯的时候，我们肯定要付上一些东西啊，可能付上我们的时间，付上我们的体力，付上我们的才能，甚至付上我们的金钱都有可能，不是吗？在路加福音第10章30到37节这个故事当中，耶稣对一个律法教师说了一个比喻。有一个犹太人，他到要过路的时候，经过一个山里面，遇到了强盗，强盗把他的钱全部抢走了，也把他打得半死。于是他倒在路旁，一个人倒在那里。于是有2个人经过，第一个人叫做祭司，祭司看到了他，看到一个人倒在路旁，祭司看见了就走了。接下来又来一个利未人，利未人走过去，又看到了这个被打人躺在那边，他看到了又走了。于是那个人等啊等，来了一个人叫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在当时跟犹太人他们是彼此不相往来的，他们是仇视的。但到最后却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来到那个地方，看到那个倒在那里的人，去把他扶起来。经文说他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上自己的牲口，而且带他到店里去照应他。你发现前面那2个人做了什么事情？看了就走了。他们有看到吗？有看到哎，可是看了就走了。而且这2个人如果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可能一个是牧师，一个是长老。可能是我走过去看到一个人需要在那边，我就看了一下，然后我就走了。接下来可能是长老看到，又走了。这2个人有看见，但他们却视而不见。然后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常常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教导我们什么？在我们的社会当中，都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叫做我们只要路过的怜悯就好了。我们只要有路过的怜悯就好了。我看见了，看见了就好。我听见了，听见了就好。我不知道我去帮助他，我要花多少时间？我不知道我帮助他，我要花多少的钱？我看到了就好，我就路过就好。这个世界不都教我们这样子吗？不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我们吗？
我们只要路过就好了，反正有人会处理啊，有人会关心他啊，不一定是我啊。我们都觉得越容易越好，越简单越好，麻烦的不要给我。但是刚刚的耶稣所说的那个比喻，你看走过去的是谁？在当时是他们可以就依现在角度来看，就是牧师跟长老这样的人走了过去。那我们呢？如果有一天是我们刚好走过，看到一个需要打在路旁，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也只是路过的怜悯吗？啊，好可怜哦！啊，他没有钱了，就走了过去吗？我请大家想2个问题，试着回想看看，这2件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过？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上一次特别空下一个时间，然后为了要陪伴某一个人做某一些事情，是什么时候？第二个，我想要请大家你也想想看，你上一次因为付出时间在别人的身上，结果错过了你原本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要问大家这2个问题？其实认真的想想看，我们好像都是空下时间，我们很忙碌了，没错，但是我们所空下的时间都是为了要陪伴自己，更多的满足自己。当然，空闲的时间，把一些时间留给自己，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很重要，也没有错。但是认真的想想，你特别再把时间空下来，去陪伴一个需要关心的人也好，或是陪一个人去做某一件事情是什么时候？或是上次你为了要付出某些事情，陪伴某一个人，以至于你原本的事情却忘记了、错过了是什么时候？好好的想想看，好好的想想看。有时候必须你付出的关心、付出的怜悯，不是那么容易。有时候可能必须付上一些代价，甚至你可能当你要付出的时候，你发现，哇，我越了解对方的需要，你会发现，哇，他背后的故事其实很复杂哎。你付出的越多，发现哇，这个其实我没办法解决。有可能你付出到最后发现啊，都徒劳无功，我做了那么多，好像都没有改变啊，我这么努力做这些事情干什么？完全没有，到底算什么？做了那么多都没有效果啊！你也可能你发现你根本帮不上忙。其实要付出不是那么的容易。其实真的要付出我们的怜悯，并不是这么的容易的一件事情。可能有很多的预备，可能有很多我们要花时间的部分。在几年前我在北部服侍的时候，我的服侍的教会，我们有做课后照顾班。那在那个课后照顾班里面的孩子，他们都来自于比较特殊的家庭，他们的家庭可能是比较贫穷，或者是比较特殊的家庭。其中有一天的晚上，一个冬天的晚上，快要晚上12点，我接到了一通电话，是一个家长的学生打电话给我。接起电话，然后他就问我一件事情，他说我的孩子怎么还没有回家？我们8点就下课，我就跟爸爸说，爸爸，我们8点就下课喽。爸爸说啊，可是现在快12点，他还没有回家，而且打手机怎么打也都没有接。于是挂掉电话之后，我也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给那个学生要找他。但我发现我打也都没有接，找不到人。于是我再回拨给那位爸爸说，我们先骑摩托车沿路去找啊，我沿着教会的路去找，然后请那位爸爸沿着学校从他们家的路开始去找。于是，在那个冬天的晚上，天气又冷，又下着雨，要骑着摩托车在路上慢慢的找，慢慢的找，就找不到啊，不知道那个学生跑到哪里去了，手机打也打不通。后来找了快1个小时吧，终于打通了。我就问，你到底跑去哪里了？他就跟我说，他在离教会大概4、5公里远的一间 7。好，我就说好，你在那边等我，我马上过去找你。好，于是我就赶紧打电话给他爸爸，联络那个爸爸，然后一起去过去那间 7。后来我才了解，为什么他不想回家？他为什么也不接电话？后来发现他在学校跟同学处得不好，所以他跟同学在学校打架。下课的时候，有人在那个学校校门口要堵他，要打他，所以他一下课从教会一走的时候，他就赶快跑，他就真的用跑的，跑了4、5公里远，为了要躲避人家打他。那我说，有什么不跟爸爸说？他说我不要，我才不要跟爸爸说。
后来再更了解这个家庭，然后发现这个家庭当中的需要，发现其实在这个家庭当中有很大的需要。这个爸爸跟他的妈妈前几个月才刚分开，而对这个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好好的整理。但我发现，在继续深入了解、继续陪伴的时候，很多事情是我没办法做的。我最多就是陪着这个孩子而已，他的家庭我也没办法处理，我也没办法可以再付出的更多。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当我们做的时候，确实你不会有一个结果。甚至你觉得徒劳无功，甚至你觉得我做那么多了，没有什么结果啊。但是不在于到最后我们看不看到那个结果是什么，不在于我们到底做了这些东西可以带来有多少的果效。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新的选择，在于你愿不愿意花一些时间，花一些你自己的生命。跳脱你自己的中心，愿意参与而且关心在别人的生命中，而且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祝福他。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结果，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了会如何，但我们要不要尝试看看？新的一年给自己一个挑战，也给自己一个选择，尝试的可以跳出自己的中心，看看身旁真的需要人是什么。并且奉耶稣的名祝福他，将他交在上帝的手中，让神来带领。就要跟大家分享，怜悯也不止付上代价，更重要的还要真实的同在。怜悯不只要付上代价，更重要的是还要有真实的同在。我们刚刚最后所读的经文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在最后的晚餐，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耶稣对门徒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所做的去做。”在最后的晚餐，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不仅一起享用了晚餐，耶稣还做了一件事情，为他们洗脚，让他们学习到什么叫真实的同在，学习到什么叫真实的彼此相爱。当我们在看最后的晚餐相关的经文、相关的故事，你会发现，耶稣在最后都会说一句话。如同刚刚约翰福音最后耶稣说了，叫你们要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看路加福音，耶稣在记载设立圣餐，最后告诉门徒说，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事实上，耶稣在做这些事情，不论是怜悯刚刚那个贫穷，怜悯那个麻风病人，或者是耶稣在他服侍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每一个孤儿寡妇，耶稣怜悯他们。耶稣付上了许多代价，但是更重要，耶稣付上的代价是什么？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而他付上生命的代价，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再一次的恢复，也让我们再次可以享受与他同在的美好。所以耶稣最后在晚餐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彼此的洗脚，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纪念。”耶稣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一切事情，耶稣付上生命的代价，让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同在，也让我们学习到什么叫彼此相爱，让我们在彼此相爱当中，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关心，彼此的怜悯，也表明耶稣基督那个牺牲的爱就活在我们的心中。等一下，我们要一起来守圣餐，在守圣餐的过程当中，你也再一次的思考。那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爱有在我的心中吗？那个耶稣基督牺牲的爱有在我的心中吗？每次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真的有感受到耶稣与我们同在吗？每次守圣餐的时候，感受到我们身旁的兄弟姐妹跟我们一起同在，一起享受在耶稣的爱当中吗？耶稣不是只有在天上大声的呐喊说“我爱你们”，耶稣没有只在天上说“我爱所有的人”。而是耶稣来到世界上，跟每一个人在一起，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而当我们每一个人坐在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我们也是坐在一起，一起同在的时候，耶稣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应当在这个里面彼此的关心、彼此的怜悯、彼此的相爱，不是吗？耶稣给我们一个模范，他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应当一起学习。
所以同在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要一起学习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人在这里，但心却不在这个地方。我们人可能在这里，但是心却不在这个地方。有一次我去吃饭的时候，中午去吃饭，旁边坐一对情侣，然后那个女生感觉应该是刚去剪完头发，然后刚去烫了个头发，染了个头发，然后一进来，他们情侣就面对面坐着，然后那个女生就开始滔滔不绝的跟那个男生分享，哇，我今天去烫了头发，我今天烫了卷发，然后染了什么颜色，然后你看我去做了什么，然后那个男的反应是什么？滑手机，他就一直滑手机啊。啊，我今天烫头发哦，好，那好看啊，就这样，一直这样哈，啊，就是这样哈。就到最后，那个女生问那个男生，所以我到底烫了什么？我到底哪里有变？然后男生突然抬头一看，啊，你变漂亮了。然后很多时候我们人在这里，心却不在这里。有时候去吃饭也是啊，一桌4个一家人，最小的小孩在看佩佩猪，大一点的在看《鬼灭之刃》，妈妈看韩剧。爸爸在看股票，一家人在那里，心却不在那里。同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要一起学习的。特别我们看到在这几年当中有许多苦难的事情发生，这几年有许多值得我们去关心的，不见得是这个社会，也有可能是你身旁的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都是。但你有没有与他同在？你有没有跟他真实的在一起？我们活在一个资讯非常快速的时代，我们有时候很怕会错过最新的消息。每天都有新闻快讯，你看的手机常会跳快讯，或是很多人传讯起来，你都要赶快看。我们都很怕错过消息，但是我们真正该害怕的不是错过这些消息，真正该害怕错过是你面前那个人。真正该害怕的不是这些讯息，真正该害怕的是你错过你面前那个需要被关心的人，错过你面前那个现在真的需要你怜悯、需要你协助的人。所以让我们改变一个新的心智，不要再错过你面前那个人，不要错过你面前那个真的现在有需要的人，也不要只是为别人做什么，更重要是要一起做什么。不是只有为别人做些什么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思考我们可以如何一起做些什么。耶稣在那个洗脚的事情后，他继续跟他的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说，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因此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关心，也彼此怜悯，彼此祝福。别人绝不会因为你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做礼拜，他就觉得你是一个基督徒。别人不会因着你可能奉献了多少、做了多少的事情，就觉得你是一个基督徒。真正被别人看见，成为一个是门徒的人，跟随耶稣的人，是在彼此相爱当中，是在彼此怜悯、彼此关心，而且是在同在的里面让人看见。最后用一个美国的一个长老会的牧师，他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怜悯是直到你享有了平安和喜乐，我才会享有平安和喜乐。”这长老会的牧师他说，怜悯就是直到你享有了真实的平安以及真实的喜乐之后，我才会也享有到喜乐以及平安。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当你看到一个人，他真的因着他的需要，因着他的软弱，被改变了，被鼓励到了，你看到他真的有被照顾到了，你的心也因此感谢，你的心也因此被激动到。我想很多事情，确实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很完全，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投入，
但在于我们有没有一个这样子愿意去尝试、愿意去行动的心。我们等一下要圣餐，在圣餐之后，我们会一同有这个礼拜有圣餐的奉献。这礼拜的圣餐奉献，我们要特别为了在土耳其、在叙利亚这次发生的地震，一起为他们奉献。我想我们可能想，叙利亚、土耳其很远，我们没办法去，我们没办法救灾。但是这是我们可以付出的一点行动，这是我们可以付出的一些关怀，帮助他们。当然，回到你的家中，回到你的工作场所，回到你生活的地方，你也要认真的去细查去看，哪一个是我现在可以付出，哪一个是我现在可以关怀他的，将耶稣基督的爱带到他的生命当中，将耶稣基督的平安带到他的生命当中，帮助他。让他的生命也再次回到生命的次序当中，因为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个怜悯的人，也祝福我们的教会真的是成为一个怜悯人的教会。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主啊，谢谢你的牺牲，也谢谢你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因为你怜悯我们，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救赎我们，也更让我们感受到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经历到与你恢复关系的美好。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当我们看见有需要，看见我们必须要付出心力的时候，主你就激动我们的心，感动我们，让我们不仅是停留在感觉而已，让我们有行动。让我们可以付出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来回应你的爱。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成为那个上播分享祝福的人，上播你的怜悯，上播你的爱的人。祝福我们的教会，也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真的是在你的爱中，我们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鼓励，也彼此的造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时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宝贵十架》，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来，等一下一起守主的圣餐。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以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的大能。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十架的大能，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他的教会，按教会法规可以领圣餐者，一起来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所说的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着安息。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我当日传给你们，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祝谢，所以我们奉他的名，照他的样式，首先来感谢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现在我们遵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的是要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我们谦卑的恳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和葡萄汁为圣，让我们接受这些，借着信而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以你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得培育，在恩典中成长，且荣耀你的圣名。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每逢你们吃的时候，就应当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每逢你们吃的时候，就应当纪念我。”我们请拿饼和拿杯的长老。当你拿到这个2合1的圣餐杯跟圣餐饼的时候，你先把上面那一层的薄膜打开，上面那一层的薄膜是圣餐的饼。等一下要喝下面的葡萄汁的时候，再将下面第2层的薄膜打开。在领到这个圣餐的时候，你也可以在内心当中再一次的思想，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的一切，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真实同在的力量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是什么？向神祷告，也在祷告中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你没有拿到的话，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我们服侍的长老会拿到你的旁边。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所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当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这杯是新约，是用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每当喝的时候就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再一次做一个祷告。无所不能的父上帝啊，我们再次诚心的来感谢你，因着你的爱，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圣餐，是我们培育灵魂真实的食物，也再次让我们明白。你喜悦我们，喜爱我们，也保守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满有圣子奥秘身体的肢体，就是蒙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谦卑在你面前祈求，当我们献上我们自己做活祭时，求你鉴察悦纳我们，也以你的慈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续追求这个圣洁的交通。从今以后，也能更加的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会众请坐。接下来是理财有道的心得分享，我们请牧师这边做一个介绍。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们在几个礼拜前我们教会的那个理财有道这一个课程结束我们就颁发那个类似证书了就他们的结业证书。那有的是别的教会来这边学习的，有的是我们自己教会的。因为那一个礼拜很多节目挤不下去，所以特别在今天安排我们第2堂礼拜要邀请我们的皮怀英姐妹来分享她从理财有道、经营有道的心得。我们拍手欢迎她来，欢迎。牧师、各位长执、兄姐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圣经中有多少处谈论理财和处理财产的经文吗？答案是有超过2350处经文都在谈论着钱财。哇，这真是大大的超乎我的所想啊！原来人生绝大部分绕着钱财的使用而转，而理财方式更直接影响我们与天父的关系。理财有道的课程在富强教会已经开了4期，上课时间是在每周4的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正是忙着照顾小孩、吃饭、写功课的时刻。但是这一次，我克服了万难，就是要来上理财有道。上课前，我最想知道的是，到底要有多少钱才够用呢？上帝在第2堂课就回应了我的疑问，在申命记10章14节所记载：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原来神拥有我们所有的财产，他是丰富的供应者。当我们紧紧抓住神供应的应许时，我们就会从容而满足。在腓立比书4章19节所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而我们所被赋予的责任呢，是要成为忠心的管家。正如哥林多前书4章2节所记载，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在历经将近3个月的时间，我终于全勤地完成了11堂课。在这课堂中，我们重新审视个人的财务，并且拟定年度预算。我内心觉得收获满满。在此要特别感谢冠冕理财协会的课程，杨梦章主任、王慧琪执事、吴道昌长老，还有婉丽姐。在诚实的议题上，吴道昌长老指出，我们必须要常常修剪自己，一天比一天更诚实一些，让我受益良多。也感谢课程成员们每周4为彼此代祷，以及每周4晚上帮我带小孩的爸妈。神要给我们一份理财的蓝图，使我们能够忠心的使用管理钱财，为永生而活。各位兄姐，请快点来报名理财有道、经营有道的课程，领取神所赐的这份能让您终身受用的礼物。谢谢。感谢怀英姐妹她说为了照顾小孩，她把11周的时间都跟小孩协调好可能小朋友会体谅妈妈去上课。她说平常我上课很累换你去上课看看。不过我真的感谢主我们的理财有道这个课程，如果稍微了解一下它的背景，它其实是美国
一个协会，他们从圣经里面研究得到了很多宝贝的心得，然后刚好我们台南就是吴道章长老他们一群同工，他们觉得这个课程真的很棒，所以引进翻译变成台湾一个协会。这个情况有一点类似，其实我们教会也有。我们教会是什么呢？就是哀伤陪伴，对不对？还有离婚关怀，这些都是在美国已经实施的非常有成果了。那我们发现这个课程可以引进来很多同工投入去翻译去整理，然后又推广这个课程。我们教会已经推到第4期了我们也慢慢培养自己的讲员，等于是说以后我们开课可以初阶的课程，我们可以自己来带所以我们期待呢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第2堂很多年轻人你可能刚开始收入跟支出都不大相比你怎么样管理你那个很难得的收入呢？或是有些人这个经费你的自己的月薪很高，但是你怎么处理你的经费呢？牧师最先碰到说要理财的事宜是什么呢？是人家告诉你说你到底几岁要开始准备你退休那个时候才发现说也不只是有够生活就好你要开始安排你退休，你怎么样支付你退休后整个生活的开销呢所以呢越早学得这个属灵的技巧，对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会更有帮助。我们简单说理财其实更严格来讲是管理你的生命啦，管理你的生命，你生命管理好了，你的钱财就管理得好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课程。我们下一次在开办的时候，欢迎大家踊跃来报名。它不能太多人因为要一个小组一个分享太多人也不行，所以赶快来预备来报名希望我们的这个课程能够永续继续下去。我们也预定说，再过来有机会能够邀吴道章长老他直接来讲道，现身说法，让大家了解这个课程为什么那么重要好，我们先请我们荣泰执事来做报告我再做补充，谢谢。好，这时候来报告之前，我们一起来背诵本月的金句，在周报最后面，我们一起来念：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历代志上29章14节。我们翻开周报第2页，下周的诗会是终结执事，其他服事的同工，我们就来看这张服事表。第4页，肢体交通。第1点，我们今天是我们的圣礼典，那我们在下个礼拜2月19号会召开合会之后会召开小会，请我们的长老准时出席。那我们今天也会为了土耳其、叙利亚的这个部分来赈灾，地震的部分来赈灾第2点，我们下个主日2月19号9点会召开定期的会员合会，那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注意，下礼拜只有1堂，是9点开始。那另外我们的会员的名单，我们有张贴在1楼的公布栏，那我们请我们的会员去看一下名单的正确性。那如果下礼拜要请假的话，麻烦跟我们各个小组，还有我们小会的书记龙谦长老这边做请假我们确保我们合会可以顺利举行。那另外我们今年也有特别为了响应环保我们有采用我们的纸本跟我们的电子档。那如果你要选择电子档，或是可以跟家人共看一本我们的合会手册可以跟我们的办公室边来做一个登记，我们来寄送档案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部分可以节省纸张。那也因我们下礼拜有报告的部分，我们今天有印制少许的合会手册，先让我们各团契的首长，还有我们的报告的长子可以先拿取。第3点，我们代祷团的消息，我们耶稣受难前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从2月27礼拜2开始到4月7号，那我们在1楼公布栏那边也麻烦大家可以去登记那个时段，那也可以同时为了自己的需要、家庭、事业、健康
以及所有重要的事项来做代祷第4点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为我们土耳其叙利亚地震的部分来做奉献，待会牧师会再做补充说明。第5点，我们本学期奖学金的申请从即日起到3月5号截止，如果符合资格的这些弟兄姐妹的小孩，这边可以来做申请那我们颁发的日期是在3月26号的主日。第6点有2点婚礼开心的消息我们本会陈佑长老跟昭文执事夫妇的大儿子以信弟兄，跟我们庄义进弟兄，还有王淑玲姐妹的长女雨璇姐妹，他们在2月25礼拜六下午2点，会在本会这边举办我们婚礼。那结束后，在我们教育中心的地下室，他们有一个欧式自助餐的这样的婚宴。那我们邀请我们会友可以共同送上祝福。第2点，本会黄坤山弟兄跟惠圣杰他的大儿子黄义恩弟兄跟吕新慧姐妹他们是在3月4号上午10点在我们本会这边举办婚礼所以我们一起为这2个婚礼送上我们的祝福跟关心。那第7点我们本会张振玉老师的陶艺展在2月25号到3月12号在吴园那边做展览大家也可以前往去观赏这个展览。那我们门徒培训跟研习的部分第1点，我们门徒学校的第1期，还有我们第2期已经陆续都在开课，那也我们持续为这个培训来关心代祷。那另外我们也有周间的查经班瑞平牧师在周3的上午还有晚上有这个查经班的部分还有包括我们的理财有道，还有哀伤陪伴的相关的资讯，还有我们的主日的查经班，也请大家看上面的时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需要，还有做这样的一个造就培训可以跟我们办公室那边来做报名。那牧区跟团契的消息，我们松联团契我们下个礼拜有个健康讲座，包含我们的主日学，还有提摩太牧区也都有稳定持续在聚会也欢迎我们的小孩还有年轻人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还有提摩太牧区的聚会接下来请牧师做一个补充的报告。各位弟兄姐妹有这个简要的一个补充我们先要欢迎来，我们今天有新的朋友到我们当中一位叫做郭莹莹姐妹来我们当中，欢迎你起来站起来好不好？让我们欢迎你，郭莹莹好姐妹，欢迎你来参加。我们长老有一个小礼物送给你送给你，谢谢，好谢谢，请坐请坐，欢迎你长老来。牧师做一点强调补充。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关疫情的关系我们都一直戴口罩了那其实2月20号政府说可以室内也可以脱口罩，不过我们衡量一下，就是我们教会是密闭空间弟兄姐妹做得很密，所以是建议说聚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礼拜、祷告会或是小组聚，我们仍然带着，好不好如果说走进来办公这个办事情那个就比较宽松一点，就自由了那除了我们的讲员、诗会、我们的敬拜团可以暂时脱口罩，那我们等再过一段时间，政府觉得说已经没有疑虑了，我们要摘口罩再摘口罩。当然有的人觉得很闷，想要脱口罩，应该也不会说很严格禁止，不过是一种保护的作用其实大家很习惯戴口罩了这一点牧师做一个补充。第二个就是有关我们开合会，下个礼拜开合会那大家都很了解开合会我们长老教会开合会的重点是为了报告事工，让大家接纳，表示说我们这个事工推动呢是很公开的，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知道所以我们有一个拜托，就是说我们请各小组小组记得你的小组员鼓励他们来参加顺便在邀请的时候，如果他真的有困难要外出你就帮忙做一个这个请假的动作。那这样我们会诊过来，我们小会才能够做一个判断，说到底有多少人请假，我们要那个过半数才能够完成这个合会这一点请这个礼拜当中我们的
同工协助一下哈。名单我们就没有再印一次了，我们就贴在公布栏。如果有名单有误差的，请你也订正这样子哈。那今天只有少量的手册，我们请小组长我们的各单位报告的同工就直接到办公室去领取哈。这一点就请大家配合一下。那刚刚有关我们说土耳其、叙利亚的赈灾的奉献，我们总会也其实都提出来了。其实现在台湾现在爱心大爆发了，其实很多单位都在募款。那我们教会因为有一个同样是在那个东欧那边有一个管道哈，可以由他们教会执行我们这个奉献关心的动作。那有圣经学者在看说这一次大地震的地方。他们又去研究说，原来这个地方就是圣经旧约圣经亚伯拉罕故乡，乌尔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叫哈兰，有没有哈？还有巴旦亚兰，大概那个中东那个区域哈。其实那个地方现在冷得不得了，还低温呢。我们921已经不得了，他们那边严重我们好几倍，而且尤其叙利亚那边因为有战乱哈。连救灾都不能进去，他们为了自己的势力，连救灾都不让他们进去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比较有效的单位去关心所以今天的圣餐奉献，我们就会整理后做一个关怀的奉献。如果你个别也觉得个别有个别的奉献，你可以取用我们教会代用的奉献袋，注明说土耳其赈灾为他们奉献。上一次去年我们为乌克兰战争来关心我们教会的奉献得到很大的他们总会得到很大的帮助，他们关心还送了一大箱的那个支援乌克兰的口罩给我们，表示我们教会很多人关心这个国际的事情了这一点请大家继续来参与协助好，那其他的消息我们就自己来看。如果那个订那个我们叫做毛豆的部分我们目前是没有办法单包的购买，但是如果你要单包的来订没关系，订一下我们把它整合一下。它一盒是8包了8包，一包400公克我们再向西门教会来订他们能够寄过来，你再来教会领。如果你是整箱的，请你来把它写地址，它直接会寄到你的家。因为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冷冻的来教会没有办法低温保存所以它会直接宅配到你的家里面这样子最后一个消息是会外的消息，就是有关中会举办那个电影《流麻沟15号》的特映会那如果还有人想要报名的，可以今天最后一天登记，然后再通知你说票有没有来这样子这一点那我们请大家有意愿的到楼下来登记，谢谢。颂农会众齐起立，我们一起来唱颂农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颂农结束，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默祷闭会。
好，我们离开也可以跟我们旁边的兄姐再互道一声平安。